从陈永红老师在讲解记记卦第一段时所传达的台语处世智慧，可以总结出以下3个核心层次。这些智慧非常适合应用在现代的职场与生活中。1. 守成比创业难，成功的陷阱。老师常以台语强调，当一个人事业最巅峰，家庭最圆满时，往往就是心房最松懈的时候。处世智慧，成功不代表终点，而是另一种挑战的开始。现代应用，当你刚完成一个大专案或拿到升迁时，不要急着庆功过头，反而要检查是否有细节被忽略，因为记记之后，稍有不慎就会转为乱。2. 各安其位，团队的稳定。记记卦的特色是6位皆正，老师会延伸到处事的本分、处世智慧。一个团体或家庭要圆满，不在于每个人都想当头，而在于每个人是否都在对的位置做对的事。现代应用，认清自己的职责，不越权，不推诿。在家庭中，当好父母或子女的角色；在公司，当好主管或部属的角色。这种到位的状态，就是和谐的基础。3. 思患而预防，预防医学式的思考。这是记记卦最精华的台语处世智慧。先想起来放，台语先想起来放。处世智慧，在水还没烧干前就先熄火，在雨还没下之前就先修屋顶。现代应用，星号情绪管理，在冲突发生前，先察觉对方的语气变化并适时退让。财务规划，在收入稳定时，就存好急难救助金，而不是等未济不成功时才着急。总结老师的金句精要，记记之时，不可失之于大意。意思是，事情圆满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大意这2个字。下一步建议，您是否想了解这部影片中提到的初级中乱该如何避免，具体的操作方法？或者您想听听这部影片下一段、第2段，关于如何对待身边人的细节讲解？